各位听众，欢迎人到对来宾的福建的节目。这礼拜，我哋到底来讲鬼的故事。你食葡萄？我諗嘅特別嘉賓這禮拜是老小監配。大家好，個有老鳥威威娃娃，大家好，個差唔多新無故誒摸摸糖，新無新無故，然後個有我哋阿蕉阿伯，大家好，我不要背膠。你不要背嘅蕉是雞嚟。OK。繼續背啊啦！歡迎到啲嚟，你學緊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哋咪講鬼故事。買人嚟啦！我嚇到你啊！做乜物件行攝照？我哋條我係買啊，我到呢我條仔嘅。OK，咁這禮拜咧，我咪同人講起頂到，頂到人講鬼故事是人聽到囡仔嘅聲嘅時候，人就要聽到。我有聽到。哇！我冇聽到，我冇聽到開哪打冇打冇，你是摸摸糖，我冇聽到本啊！你冇聽到本咩？這我你是你冇聽 podcast 運管的時候聽無啊看。其實兩個人冇聽到啦。係講。我伊人 describe 啦嗬，有得唔對了誒，伊唔是嘅聲，就伊是根本是一個囡仔嘅笑聲嚟嘅。係咯，就是哦。誒，咪講啊 ，please。OK，當然我 start 一新嘅波啦。讓聽過，若是各位聽眾，我知道捌聽過，係一節嘅，係邊啲學嘅呢啊？讓佢哋去看看，讓有聽，讓寫看嚟，讓有聽到鬼，讓聽係時。定知冇？定到時。你 vote 一下。你未 vote，你冇落 in 咩？誒，上面落 in 啊嘛。是啊，你唔知做咩要被 vote？定到係 vote 咯。whatever 啦。傻啦。但係我講要聽到啊。very obvious 啊，書本講。是咯。誒叫我噏得話清明，特別清明有啲貴咧，就貴節咧，佢講清明。這個是咯。喏，一個節後啊清明，特別讓清明看到鬼咩？嚇？冇啦，冇啦。那清明有鬼告訴講咩？誒，這直接驚啊，還是看呢？哎呀，不，sorry，我未辦過。阿邊被放過。不，個你叫我是，我每一出鬼告訴頂過節啊，該驚啦。講一起白雲山嘅，一起白雲山嘅看到嘢啊。哦。攞嚟叫。我聽到啊。讓by the time 讓聽到這出棒時，落嚟你就聽到，你話媽媽在咁忙嘛？我嗰一接嗰個燒掉個嘛。所以他就該驚，該驚第驚啦。是講讓聽講鬼故事第驚，就我驚到要死我聽。豆腐呀！嚟講我是冇聽了嘅啦，我驚。哎呦，都聽啦，唔聽。最近我because 我家己一人大嘅事，所以我驚。because 我厝個安尼物件。哦。特別即我假如我你解咪聽咯，你解咪聽。比如話。我假如按照袂驚，我就你愛想講蝦米事，你愛想 reason 講蝦米事，鬼來找你。但是無 reason 你就免驚啊！伊來找你，但就有 reason 呢。我知。無 reason 來找你嘅話哦，你就免驚，睇看鬼戲、上帝鬼戲，你看，伊但就有 reason，但就是做鬼蝦米蝦米。若是你無做伊，你就免驚嘛。特別無嘅人先至來做。你想下 reason 你袂。because 用時候都聽，笑誒，整個係一出嚟看啊，
你聽到你看到嘅時候，往時唔是你自己吹嘅，你嚟吹到嘅。嗯，對，你注意看啦，我妹妹講，妹妹講，妹妹講。OK，人講到底，就個自己親身幾告訴人講，咁配咯，我咁配先幾講，衰啦，嗱，咁配先講，咁配講啦，咁配定係講嘢款啊。錯嘅，我冇你隻正線都唔敢困嘅。講都唔敢。講下，我阿伯，看先啊，我做工迄邊吼，嗯，我是因為我目睭是會看到嘅嘛。嚇，你個小未看到個咩當劍？我會飲到啦，我發現到真濟當我啲做工時啊，直直有人徛喺我後尾看我做物件嗰啫。因為我頂佢其實，佢真係冇嘢啊。佢繼續。嗰隻出現了，尤其是我啲天後邊咧，好近鬼口水啫，我梗驚你啊！是冇嘢，即係你個驚嚟啦。唔是，真係我飲到嘅咧，我知道嘅是 office 無人嘅時，我本無聽，後面本無聽，我坐啲 admin 會做物件。一做緊一半吼，我看到一個大波嘢了兩條紙吼，佇後尾到呢邊行出來了。然後我想我是 office 嘅人嚟，後尾我想起來講。office 無人啊，全部是人了。咁啊，抬頭起來看到伊行來我位啊，特別佫看甲清楚者，伊佫真無伊啊。然後規日吼，直直出台人看物件，徛喺我邊啊啦，喺我後。媽呀，你啦！是冇可能幹過我到啲 office 所以講 office 幾個數下死人啊咯。對，你行去 office 哦，你看你個條行個巴士對去啊？係呐，花車。哦，車啊，有夠驚嗰多白白啊，應該是 OK 啦。就是你搞啊？啊，你搞應該是先看到嘛？係航向盤你嗰度界啊，我哋講。嚟個，誒，太可憐啦！本嚟做咩事？嗱，講本嚟做咩事？看到鬼？看到垃圾。因為把最看到嘛。แล้วว่ากับลูกก้องหอไว้ก้าวมาควันเดียวเลยเบโปจัวเอ็มสิก้องอ่ะเบกูโปจัวควันเอ็มมาเสียในควันอู冇往時是伊個垃圾物件堆咗，你未顧報紙人嗰隻，because 你未咧顧，你未咧顧，because 你未顧報紙嘅只隻你物件，你 because 你顧報紙佢就是是唔是燒到啲你講到去厝嘅，你嗱暗嘅厝房間嘅燒掉，你就只個未嘛，所以你就只你鬼係物件啦，你是物件，佢咧掉到啲你顧報紙，還是未顧衫人死嘅，是未衫嘢看咯。咩？邊若是搞看到我叫聲無聲了，你是呢若是搞看到，一人講，佢會話講聲，冇，即係是呢 theory 嚟嘅，我掉你嚟掉，唔係啦，係做啊，係啦，你哦，無我講係若是搞看到垃圾物件，我叫聲無咩聲，較 scary 嘅聲，走聲安尼。按照做下。叫佢等嘅，叫佢等本嘅。我哋走線啊！不，伊會較沉，但唔會較甜。嚇？頭媽轉做嘅你聲是搞家人講話，伊 conversation 嘛。哦，我做我只搞知啦，因為伊聲冇咩聲嘅。即係你講伊聲較吉利嘅，伊叫先。伊聲做聲較吉利，可能冇咩聲嘅。你若是聲阿 John 頭媽做嘅哦。阿陣做嗰陣時，架對面搞講話啦，啲 conversation 嘈嘢搞，嘈對面搞啊嘛。有時搞去上嘅時嘛，做你聲本嘛。哦，對，要走水。無了，我是再講哦，若是講人有拄着垃圾物件，然後嘈伊，可能伊會驚，你就對嘢咯。哦，你該講，because 你就是講。講，做咗啲嘈伊啊，伊會走嘅，驚你對嘢你後。哦，你別再去bully because 你別驚，你若是驚伊就對你啊，你愛嘈伊，你嘈伊就對你啊，伊知你好了嘛。因為你人嘅，我是聽。你驚你知你呢，你就撈住了。我是聽人講啦，人若是你有喊嘅時啊，你有喊嘅時，你會遐關只大，你會即個即關只關。你若是講你無喊啦，講你驚嚇啊，你會辣無誒，一樣都愛來食你。
无你都喺嘈伊哦咧，伊就知你無夠管啊嘛，伊就未，你就未驚伊啊嘛，你就大細啊嘛，你講下伊就講下，伊就做下咪咯。無影嘅，這邊其實無影。你會看到，你會看到就是會看到，你未看到就是未看到嘅，無管你含無含你想嘅啊。你會看到嘅人係往時，伊鬼都唔是到底，伊都唔是到底會嚟食，你本伊實在到底黑餅嘅，你是講你目睭嘅幾看到嘅人。無啦，面講，if 你看到咧嗬，แล้ว你咪去驚伊咧嗬，แล้ว嘛關係咗咯，但係你講嚟你有涵嚟講。你嘛伊嘛袂食你咯，安尼款啊。我捌聽過，我捌聽過，點啊？即個毛毛鬼講，唔是毛毛鬼，毛毛糖講嘅。伊你若是你若是哪驚迄陣啊？你若是上加啥真啊定啊，就硬就定嘅講，伊甲別咧嚟食你。無你若是你驚哦，你運就假咯，你包嗰度攞了嘛，咧伊個大會來 attack 你了。Everready 嘅 battery 了啊。無若是講你風險變。學起來啊！伊可能會驚你誒，伊袂對你誒，但對袂對你誒。特別別講嘅咯，有咧學起來是。講啊，有當時想講阿妹開車過迄個水地路邊，阮是驚滿嘛，迄邊真啊垃圾麼迄邊。係啦。水地路嗰邊啊。如果無我甲你講，有一道是。無，讓你話再講我厝第二房嘅故事啊咯，對。你講，等陣你陪講者，佢講者 introduce because 有隻新嘅聽就冇聽過定單 episode。就是第二房嘅位嗬，already 有兩個人看到講內邊是有物件嘅，แล้ว特別呢 according to 我嘅 uncle 嚟講呢嗬，伊是想嚟報備嘅，唔是嚟食你嘅。แล้วอุดสิ特別問題是講你嘛是 still 會感覺到毛毛你講賣魚嘛，แล้วthat day 拜自拜啦咯，拜啊！啥我驚就，แล้วafter that 有一名啊是我嗬，我就接第二棒，我係除我係赤嗰就，你二棒冇嘅嚟困嘅啦，二棒是嘅燒物件，你講係嘛？store room 嘛，แล้ว嗬，除啊 suddenly 嗬冇電喎，ก็แล้ว佢ขับกันแล้วอ่ะคุยกันชูอัมกันแล้วอ่ะว่าเกียร์กันว่าจูนแล้วกับลูกก้อน你二棒冇糖啊係啊？有糖啊，但係冇電嘛。阿妹，阿妹，阿妹一2點了，佢陣時，我是愛夾物件，我愛去困了，然後我夾是 suddenly 冇電，暗去。你咪上下試咯。掉赤膠，安尼拄好嘅咩？我陣時，你等我問佢之前即個毛糖，呢個叫有咩經驗過？我是特擺，我因為我覺得做工做 audit 嘅嘛，所以我做個正暗嘅特擺。然後換隻對，我是對來回我無大平頂嘅嘛，特別平頂我正識啦。然後當時我換暗嘅換隻對古力來回嘛，然後有當時我換隻正暗嘛，然後落正暗面我冇無關咯，我就換。我是有淡薄驚，特別我袂使驚嘛，我知講這個道理嘛，所以我愛比伊較學哦。所以我有當時有過水地路面嘅時候，我就真會真學啊！若是我看到面嘅時候，我無講咯，就是當作無看過安咯。特別我 so far 是無啥物 experience 啊，即個 about 即個嗰些物件。你是單講啊？我是咪，伊若是無來做我嘛無做伊，若是講來做我是我嘛錯伊咯。你是有看過哦？我無看過，特別古早細漢時候，我住喺舊厝，因為我舊厝是正舊迄個老厝來嘅，有樓頂下面咯。舊厝只先。因為我古早，無嘛，我當佢搬厝啊嘛。古早我嘅厝是幫樓啊，正大了，伊個樓頂暗暗嗰度。無了，伊樓頂面啊，對咧就係去外口天台面嘅嘛。แล้ว我有看過是講。伊一個白影咁飛過嘅啦，我是無真正看過啦。有我是幫住我面時，我無看門嘛，แล้ว我看到一個白影，他咩放啊走啊，驚嘛，細漢時驚嘛。特別你講有當時是咱家己驚，家己嚇家己。無有當時是講啥，咱心理作用咯，毋是真正咱看到嘅。
特別唔知啦，有當時特別你會看到人，我一個朋友，特晚咧即係每人 lyricism 每話看不有故意告訴人講，佢哋我甲講，我是感覺到當時是你成日會看到人啊，成個我會聽到我大我 roommate，因為看到人，伊是常伊成個 normal 不是不大，好像砰就殺出來，你就看到誒無，你被 control 嘅就。對。tapi古早，係咪啊？就是講阿伯講咩？但係阿伯出聲就阿伯。我講 timing 有時 timing 掉咪看到咯。特別我真係有個人是成個風險看到一刀兩刀，你看到我 OK。特別有個人是常常看到喎，你真係有個人是常常看，你常常看到人，佢是你成個伊有嗰啲 gift 呢，伊會 bug 在邊看到嘅就。你會叫一間聽眾啊，大肥貓啊，伊是本地就是會看到咧，定。哦，就南門看到嘅哦。伊把酒看到。少，無我係講一個故事。嗰時我中學時啦，我 form 2嗰時吼，伊放假咯，然後特別我人有叫到轉去 school 嚟為做淡薄物件咯，然後轉甲去了有當時無人啊，可能剩我人甲一個 teacher 爾啦，然後 after that 個 teacher 還拿呢，先生呢就走去做伊物件咯，然後我人就到另外一位做格啥，唔知是 Teachers Day 嘅格條，愛夾去背，แล้ว做過來就3點幾了，แล้ว伊人我 friends 呢，我朋友呢就愛 call 就愛 phone 互伊嘅 parents 來載咯，แล้ว伊人แล้ว佢哋 public phone 嗬是到佢哋staff room 嘅外口。staff room 嘅外口，แล้ว一間查某甲一間查甫咧，就行去拍電話咯。แล้ว伊人就怪嘅咯，伊講：哎呀，無啊，可能去看 teacher 嘅一個桌頂嘅有 test paper，可能去偷看，你看啦。แล้ว伊人嘛愛行一個 staff room，你看驗者咯。แล้ว就看到有一個 teacher 呢，嗬穿條白色嘅衫嘅查某來嘅，แล้ว就看到報紙，那個有 teacher 啦嘛，แล้ว嘛無去理伊咯。แล้ว伊人就去 phone 拍電話咯，แล้ว一間查某拍電話咧，大埔就徛喺外口嘛，徛喺邊啊嘛，咧看 ，actually 就會看個了規個 corridor 邊啊，外客機嗰邊有人行出來嘛，แล้ว after that 伊人攞緊嗬，佢再行至佢個 staff room，phone 了咧嗬，佢再行去 staff room 嘅調工櫃看咯，แล้ว伊 teacher 無佇了喎。你 teacher 是long 白嘅 teacher 是唔知唔白嘅，穿。啊！即大擺穿白色嘅衫，即幾個都穿白色嘅衫。uniform 啊，嗰時還拿嚟，แล้ว過後嗰時嗬，就夾膠。爆頭有爆頭。form 4嗰時了，แล้ว這個故事就久了嘛，แล้ว嗰啲人本未記啊嘛，แล้ว就冇去講起啊咯，冇人嚟講起啊。因為你看那是啲白色，看那先生爆頭嘅是爆頭。爆頭 ，OK， 就是佢先白安尼款，แล้ว就冇人去理伊了，ผู้冇來講起了，แล้ว嚟個 form 4嗰時呢，有一年around 7點幾嗰時，伊人夾住呢愛做佢哋 station game，所以伊人愛燒佢哋 glue 啊，嗬到逃避佢呐，surrounding 安尼款嘛，แล้ว伊有一間我 friend 呢，嗬，個另外一間朋友嚟，伊就。伊本是怪久，伊舉咧 torchlight 啊，照來照去，照到迄個 glass 嘅位啦 ，glass room 嘅staff room 嘅牆啊，係咪安尼講照咧嗬 ？Suddenly 嗬，伊就照到一間爆頭嘅查某本，แล้ว穿條白衫，แล้ว到迄個 staff room 內邊安尼款看出來，แล้ว that time 啊時根本是無可能有 teacher 到內邊了嘅嘛。แล้ว所以伊人就驚了咯。你之前一啲人是唔是決定到 form 2已經看到相？就是 after that 我人甲想起講我人 form 2啊是本有拄着安尼款嘅物件本，แล้ว我人就去甲我人嘅class teacher 講咯，แล้ว我人 class teacher 講吼，應該是啦 ，because 這個唔是頭一人看到了，伊講 actually 有真濟人有講 teacher 本家己有拄過，伊講吼，佢哋 teacher 是
because 伊懷伊係咪伊有心啊時吼，伊煮食咧吼無小心燒到伊嘅衫咧，規人燒起來，แล้ว死去 teacher 嚟嘅，แล้ว個 relate 到講 actually last time 我人看到嘅應該是上一間嚟，是上一間人嚟，就是有幾理哦，佢就是其實 school 是真濟，我當今家庭嘅 school 啊，本是有真濟安尼款嘅。student 看到會對。但乜就叫啊？毛毛糖。等陣毛毛糖，等陣แล้ว會話講先。แล้ว OK，伊是安尼款，我人有一年那時候，我人嘅 staff room 裏邊啦，一個輪甲一個吼點點著樹嘅啫，我呢就著 asthma 咯，แล้ว我加齊แล้วปกติแล้วว่า穿แล้วแกจิเนี่ย吼另外一間 teacher 咧就可能拍槍，แล้ว個แกจิเนี่ย另外 teacher 呢吼個就可能accident，所以安尼款接落去吼，點有人著拍槍 accident 看病，安尼款一道歸一道嘅啫。所以安尼款接落來啊，吼，就有差唔多10個 teacher 安尼款著死了。แล้ว伊人就嫌疑講無咪對片啊咯。แล้ว就請人來看我人嘅 staff room 啦。แล้ว我人嘅 staff room 入邊啊，แล้ว伊人就講吼，應該是做佢哋 staff room 新嘅 staff room 嘅時候，無做佢哋寫圖。寫圖係咩？是寫圖哩。誒啦，拜人講下面嘛，你做好了啊，你拜會講啦，你我唔見。แล้ว after that 嘅時候，伊人嘛請你曬講係念咯。你攞學生仔又是家己見識嘅見。冇學生仔。แล้ว after that 做了。嘅節呢就是 assembly 那時呢嗬，就有我家己 student 嚟，伊 after that 伊就甲我講，伊看到嗬一班嘅迄個日軍啊，日本阿兵，安尼款行到河內面你知道？伊哩哦，แล้ว其實迄個河內嗬本是真正，I mean 講。陰安尼款嘅咯，แล้ว伊看到即個物件แล้ว個表見到舊年那時呢嗬，舊年那時，係咩？舊年那時嗬，做咩？舊年那時呢就有人。阿 John 冇幫下面 sound effect， 我冇幫 sound effect 啊。講會話講，我有聲，我聽到有聲。咩聲啊？แล้ว after that 嗬，伊就。student 嗬就排隊咯，排隊啦嗬，แล้ว頭前嘅是 prefect 嚟嘛，學長嚟嘛，แล้ว學長就教班長嘛，伊人成日咁排咯，แล้ว伊講伊排隊嘅時候，伊就無端端伊看到伊邊嘢嘅學長嗬 ，suddenly 變頭去阿妹嗬，甲佢哋班長笑，你知哦，傻笑啊，你款笑啊嗬，แล้ว suddenly 嗬，個人就冰山學卡แล้ว嚇，แล้ว佢陣時一直搏多呢嗬，佢哋查某 actually 伊有營養嘢呢，一看到有嘢殺伊搏多，แล้ว過後一搏多係無人去扶伊起來啊，無人去扶伊起來嗰種，แล้ว teacher 咪罵咯，罵，แล้ว after that 過了之類代誌啦嗬，佢哋頭前幾那嚟 prefect 啊，就教我人講。就甲我講，伊講毋是我人買去扶伊，我人袂行。定㗎去，袂行，咧伊人本家己本毋知安怎會安尼款定去，安尼款。成個將去個人嘅，你就袂定當去啦。是哦，所以這是一頭佢哋啦，一頭時早起時啦，毋是講阿妹什麼呢？嚇，早起時，伊是早起一頭出山袂？出山了誒，就是。記了，但是我都在我 theory 我怎麼是講阿鄧啦，我把你知我最近聽鬼告訴我先個大漢，所以我就聽有人同我講阿鄧是因為鬼告訴佢真係 email 會
即係伊咪會是成個講，你去還是巴東啊，無人嘅啊，แล้ว是山巴，還是厝無人大咧，還是房間無用咧，實無咧無人去嘅啦，因為唔是人去你知啦，人嘅去你知。แล้ว當呢是你早起是只隻人，特別阿妹曉你在幫我咧，都完全無人去嘛，等啊不是只少人嘅嘛，所以咧樣個了是個去係比較大，就是可能 because 無人去。唔記得當啦。啊，伊唔去當嘅數。一中途就借咯。แล้ว自此之後啦，嗬，我就แล้ว我另外一個 friend，我另外一個係當數學生啦，學生哦。伊是有影響嘅，特別一直落來，一看到伊無講，แล้ว原來嗬，其實 after 唔知我唔知講起係咪故事啦，แล้ว伊就甲我講，其實呢嗬，伊行路後面也是伊會拄到嘅多人嘅有多位有燈嘅邊，แล้ว上擺嗬，有一道係伊行出來，伊看到無頭嘅，แล้ว伊的 boss 也是伊就甲我講，老師今天我看到一個沒有頭的在那裡的角落咯，你看到在哦，那麼哈西路咯，好啦，我講哈，那一個樓梯我有用的喎，要不要講了？不要講了，我都給講，啊，對咯，好啦，歸納到啦，當今巴路伊無久伊就講，老師今天我又看到了，你看到，伊唔知是哈路哦，不伊是只誠實100分，那只隻哦。嚇！伊是只老實嘅，老實囡仔啦，啊老實囡仔。你伊 OK， 所以你若是看到伊嘅時候，that means 你嘅當是有可能即日本啊時代是有把韓國只到日本係死兵嘅呢，是日本人。我唔知咯 ，because my school 嗬是 before 即個獨立啊，加日軍侵犯嘅時啊，就有了誒。只古啦，只古啦，伊。對。就是因為你到底無頭啦，佢就覺得無頭，即係日本啊針頭啊嘛，兩人係針頭啊嘛。所以你看到，即係到底撞到，看你那到底學就是傾講，但乜就是講撞到是阿伯了。阿伯了，你講撞到是我咪是冇聽過，樣講阿伯有隻字，然後啲人嚟針頭邊位，阿伯你講咩？我咧撞到一世紀嘛有第一興嘅嘛是咧咧長頭前嘅獨地行嘅叫。佢同人抄兵有你是講？係是頭時都看到嘅啦，下個你自己看到啊？喏，你講下，我確實是聽人講嘅，我唔捌㗎你頭前先講。我是無相信咧，แล้ว你幾歲？Form 1嘅時應該是 Form 1嘅時參啊咧無電線嘅 club 啊，做賣物件嘛，係無電線 club。แล้ว你新交嘛，新交樣嘛叫你去係咪校友會 gathering 啊？嘛叫你去看山物件，過了半暝12點啊，叫來走啊嘛。แล้ว幾若肯蕭條嘛，講我咪去看者啦，不離叫看者有影無影嘛，走去看咯。因為那是你讀撞對嘅人咧，你直接去讀的時候就聽到咧。假如人會聽到，咁假如人知啦，佢就讀這同齡嘅，是撞對嘅人。撞對人，假如有啲知嘅。你細漢大漢 remove from one，咁咧有啲仔，because 特人講嘅啦，你頭前你正樓一啲一啲行嘅，了。無相信嘛，走去看咯，往沙坑嘛，嘅搞去看無物件嘛，無物件嘛，走咯。แล้ว對伊正是夾白了走啊，嘅頭前係行平時邊佢看 uncle 咗嘛，成日是係校友會嘅嘛，係對啊嘛，แล้ว邊佢見無人嘅哦。死啊啦，無人界啊！邊佢看見，佢看到人咗，走咯嘛，講咯，走咯，唔敢到轉嚟看咯，下個拍領導，แล้ว上到轉嘅時，成是穿下啲中山裝嘅，係有係衫，有時嚟嚟啊，登山樣嘅啊，哇下個半時，安尼款中山裝啊，阿無就是高裝嘅衫，看到咧咪真吉利。你咪是有穿咩？唔是咩？我同你講嚇，你唔是要請咩？是，我是唔是你？我是咧，山虎先知係是要請咩？
無我甲你講，伊講起你中山裝嘅款嘅物件嗬，就我表哥啦嗬，แล้ว伊人ตัวกำปง嘅嘛，แล้ว伊家己人咧是住實施嘅，แล้ว有一道嘅事咧嗬，伊 from 伊出一開門出去呢嗬，伊看到伊家己人啊，穿咗種壽衣啊。哦 ，because 有人接刮茶時是穿嘅一種衫誒，唐裝。唐裝嘅款嘅嗬，企喺伊厝嘅面頭前哦。喲，平時妹妹掃梅冚聽啊，伊抹仔掉呢嗬，妹妹冚聽啊嘅咧。看到你企喺頭前，抹字拜。誒，我甲你講下面就我表小弟啊，我表小弟就成日聽你節目嘛。你一講我，自從唔知是。可能咩鬼又係先做咧，安做變書本去啊！就話變書本啊！冇咩咩抄話哦，唔要緊啦，咱是跟他抄話節目，嗱嘛，咱講抄話是佢講，冇啦咩？是講，because 我想到有當時，冇，但是伊講啊，嗬，冇抄話聽成冇見自然啊，你講冇自然啊！咁咧極調啊，你講愛講冇啦，我人愛講頭是講，就是叫你極調冇人極啦。是講，咱看無事無大，是講啊，我去食福建麵啊，我去食福建麵啊，是今年呢，你看無事，出來講出來，想到你接鬼，係啦，你見到直接叫毛糖，我想到我有一個故事，我古早啊，中學時啊，做飯啊，我嘛 prefect 嘛。所以我去 camp 嘛，一 group 嘅人，一 bus 嘅人去 camp， 我去山入面 camping 2日，了做咧訓練營看嘛，motivasi看咧啦，換哪嘅換到學堂嚟啊？到古林啊，到古林嘅山入面啊，了阿妹嘅時哦，這我唔是我看到，是伊人查某甲我講嘅，是講伊人唔知是因為伊toilet個正肥咯，open air 看嘅。見看啦，就一個半島安尼啦。人就去唔敢去幫助咗，亂踱踱迄個厝莊卡邊邊啊，幾若人喺邊做一個單來幫助看啦。了唔知是幫着唔知咩物件啦，啥物件嗰度，了伊人看到迄個啥個白紙啊，滴一個上課嘅迄個老席啊，嗰邊徛條看人嗰度。特別迄個位是無人嘅，因為干那迄個 trainer 教人爾嘅。所以後尾時人帶嚟 trainer 講嘛，了伊人講死啊，亂去幫助伊人，古早人是忙喺度，把伊人同佢 already 做安怎講啊 renovate 去變做一個 recreation 嘅迄個 camp 喺度，所以人查某驚甲袂好勢咯，了後尾唔知其他無乜去念經咯，就是講袂使亂去幫助款物件啦，是講拜聖啊。唔知會用冇拜佢還奶哦，驚甲有人冇驚迄時，因為人查某驚亂講嘛，然後講啊，嚇到人個了，往個了大波個了起來個了掉成驚嘛，因為人唔知看到一個迄個白紙啊，徛了邊啲白色上角啊，咁樣白色啊，就咁樣白色，uniform啊，我是冇看到，我是聽人講誒。特別人講有影是正，因為 trainer 嘅字是 warning 王嘛，袂使去算轉照。好啦。特別這是有影啦，袂使算轉照嘅。是叫阿鬼阿無阿糖阿椒阿鬼啊，不知。無阿講吉利嘅，係你看無到嘅個吉利啊。係咪看無到嘅？感覺到了看無到啊，種嘅啊個吉利嘅。唔係啦，看到看見你，你感覺到一邊佢看到徛到你面頭前嘅，我嚟看見你。巴魯，啊！我近近大面去看你嘛，去你山頂去看你嘛。見招長嘅鬼，見招鬼啊！見招鬼啊！唔知哦，我唔知哦，見招真係假啊！見招知。有啊，有 explain 就 start 我講嗰啲怪談做哦，有影嘅咧。講啊！表哥啊，講表哥有拄過，แล้วรู้ใจกำปง嘅車
金邦嘅toilet 砧板啊，是真遠嘅咩？都行出去嘅。嚇！咧一邊啊，就有佢哋建造潮咯，咧或者佢放咯，放啊行出來啦嗬。所以就感覺到安怎係冇面對片，看一邊佢去看，本是情白曬啦。查某徛掉迄個砧板嘅位，伊咪要走啊！哦，嗰是到厝嘅阿妹命嘅哩。是咯，把刀我咁樣撈到處撈西撈落殼嘅咧，我就是講我。若是講，我對行出去個卡幫住，我自己驚個無人陪我去，我驚，我唔敢，我咁樣放到啲塗骹。真係咧，未啦，我見你什麼驚咧？是一頭未接砧板，就看到鬼是一頭撈出來嘅了。外口等嘅人嘛是驚。哦，啊，不然做隻驚啦，開條門，掂條手呢，做隻放。做隻起啊！等陣啦，你細細經一個半島安尼款爾。等下半島所錄，冇半島所多嚟。多。特別好，我講聽啦，我講聽即個建造章啦，我特別我行過迄個建造章係。我係厝啦，去我媽等行路對搞誒，行你金崩落嚟搞誒就。所以我特別就行喺你金崩落咧，就一隻建築章，我特別常佢在要做鬼啊，什麼物件事，我都係馬上就講，後尾去喺你金崩會去刮建築囂咯，然後。我就是我個見唔到過咧，特別我特別我個見是阿妹嚟，咁我就見咯，我把鬼拿刀阿妹用是搭把笑，你就係我等就冇講你咪係94號，是一控制梗係9啊處嗰邊嘅，是講你就係93號到啲外口，你到啲一時過到啲外口，你都俾行過你金崩梗係9嘅咋，你是講行金崩梗係9，我較就是平常時時行到啲你超電嘅你叫咩啊？電灰嗰啲叫咩？多slide嚇。但是有我人知講我咪出去，我是阿妹去行去我媽當時我都行到嚟。你若是講你無行到嚟時候，你自己行是真正驚，你看你邊啊見就爭個咧，伊掃來掃去咧，那你風吹時啊！我特別我咁捌看過喎，但係我無目睭看啦。人講建造鬼自家做人嘅厝家路啊，自家做人就無好平嘅啦。哦，伊對就對嘅。無啦，是講啥我捌落來讀冊時陣嘅有朋友住喺厝家口咪建造章咯。啊建造章伊厝人定定家路嘅啦，แล้ว有時แล้ว到尾時發現到，到人達到四半啊，正暗晡四半啊嘛下，安凊彩下安都平嘅咯，แล้ว紅險發現到自己是奇怪，特咩樣寫亂住係哦，第二早起又叫好寫哦，แล้ว頭成講我人家己 housemate 係好寫啦，咁在有時是無人住厝，แล้ว佢南冇家己寫亂住係啊，第二早起係好寫啦，แล้ว到尾是人驚嘛叫即係等人住了邊嘛朋友嘛叫即個真嘅真舒服款嘅啦。我去看咯，伊講有建造章嘅書咋，啊到尾是人驚嘛叫伊個迄個厝嘅 agent 甲伊執了，喺度無事啊。哦，金配唔少個所講咩？啊啦金配嚇金配，金配是講咩建造鬼？建造鬼啊！佢覺得你唔少隻隻恐怖嘅，係咪嚟？80聲，講少了。冇，我真正去，你真正是？我真正是我去，我去。你是唔是真驚當劍你聲嘅亂？你驚咩當劍？驚啦！金配係你 music。我冇係金配都驚當劍。驚，佢都一定。驚啦，咪驚唔驚啦？等陣，我講，我講白你話地性，學你個定經就冇你驚就成啊！你嘅 forum 嘅講 Derek Sim 講我冇想，你講我看我冇想30個歲喎，所以我做話唔巧當劍。哎呀，好sad咯都，我笑就成。Derek Sim 你想我幾歲 ？Derek Sim 比我較少人個。Derek Sim 你看我幾歲？你看我面看，咪看我係即係一落檔嘅坑。你叫咩啊？喂
是日落檔啊，蚊看位日落檔你看啦，18歲，29歲，我而家冇破完款，29歲25啊，嚇，對，我其實是29歲呢，對，你嚟就你學咁配講，我背橋我就接會講啊，咁配，冇驚下兩劍。那是哦，那是真正你說你笑下邊？一直頭係一直我個冇驚嚇，你有時候我就講是冇驚，continue 咪了，你咪聊同你講，很多是假假裝啊，嚟講，你講我，等你講啦，咱放鬼嘅聲到條尾嘛，你窮咧。嚟，OK，嚟接你講，啊是安尼啦，安尼，你咪驚咯，嗱假真正到我去咗嗬，我之前我用嘅學校去到我，哈，咩嚟？學校到，用學校到我嗬，你去到去多啊？你去學校去多啊？掉啲餅，你學校去多係啊？我掉啲餅。嚇，佢學得會大，了，因為到我掉啲鼻哥，然後跟住因為搞一邊是阿妹啊嘛，然後跟住就叫我整嘅事啊嗬，然後我就可能到我回咗就，然後我想時我係小妹啊，跟住我媽都啊嚟 period 嗰陣，後來又到我就，因為媽即係咩會？很多字掉，成個人啊是王師人靠掉老你。面比較老會係咩？就是講我緊張嘛，因為我就去嗰陣目睭個老老個嘛，因為我咪日了，我出去梅哦，我梅啊，我就咪佢都嚟嘢，你講冇啦，咪亂講話，因為梅媽咪嚟嘢，咪笑啦，嗰時候我講特別我鬥會喎，你講乜？哦，一嚟講是 A 會冇嘢哦。特別我看到是真正有血啊！你目睭冇唔係講冇血，我看是一真嘅冇血。然後迄個樹櫃嗬，我一頭冇出到後，我直直啲房間裡拗流曬。哦，你掉樹啊！你今年先正。嚇，今年先正呢。你先發到去買藥我食。你講那是你冇梅來講，你講你出樹呢？未。哦，這不是梅一個出樹。我唔知咯，我 feel。你去食的意思，就是講你單講對，伊就冇來插你啦，你是講。嚇是哦。嗰時啊，然後跟住到時候我摘啊，摘一半時啊。我直直 video 邊有人收音機喺按本我話嘅，那收音機喺按啊本過來啊，本過來譬如講我邊個錄 video，邊有都冇人啊，邊有是別人都去 video，我梗驚咗咯。成日我兩就隨住破病個10個啊，好老誒。對，你我咪你平常時係咪你搞你個機？你自己嚇自己啊？你自己嚇自己啊？做咩？你自己做咩說嚇自己？我真驚，我唔驚，我唔能去嚇我自己。你嘅朋友啦，你身邊啦，朋友人會成個你可能看到物件沒有？冇。做干哪你一人啊？你厝人有知你看到物件呢？知。你有冇梅到啊？人講我嘴震咯。嘴震咧，講。你講震咯，並在家己嘅看到一個愛梅。哦，你是好像冇去想到是咪啊？你冇想到講鬼啦，你就是頭先，哎呀，人家是覺得會就走去梅人嘅可能啦。好，我是冇想到，你冇那好像去想到鬼嘅，你只是想到就你厝人生嘅嘛。是啦，我就是想厝人生，因為迄種切掉嘅，就成啊，查某雜嘅時候
也是樣款一條嘅，你知哦，等拖掉，我捌切過，對，我就是捌切過，款嘅，所以我第一個 response 就話講佢點講，用我刀啦切掉鬼了嘅嘛，過掉。我俾個人講，但係就是 direct 先冇有看捌，我把鬼告訴我見冇，我同你講我見捌看過啦，特別我真見聽鬼告訴，所以我真係清白嘅鬼告訴嘅。我頂陣時我就啲YouTube 我就看到一個告訴，伊是一個人到啲英國嘅人，伊用一個 machine 咧，可能成個 radio 咧，可能就可能就無上大，可能係伊講伊收到，伊聽到鬼聲，伊個鬼講話是伊在啲邊聲出來，你知道？然後伊係咪嘅？你個醫生家都未講過。然後你一聽到伊聲，頭是伊是用嗰個 Ouija board，你知道？伊用嗰個即係 Ouija board 成個電線嘅，係咪？你知電線咯？那佚佗成個一個海鷗還是一個導遊店，然後呢叫啲搬嘅件，到底咧一個幫嘅件，一個抓嘅件啊。然後咧伊度頭是去問，然後問伊見咧問隻借物件，就伊問伊上擺，我上擺對伊到啲 YouTube 我看甲上擺啊，我成日啲對伊告訴我咧上擺你伊甲伊講話時候，伊回答嘅物件，伊引導嘅物件，你再講伊嘅 personality， 伊性格，伊嘅款是安怎你知道？伊是15歲囡仔，然後伊在9、60個，伊50幾年死咧，然後特別伊個成個伊 act 成個 teenager 嘅款嚟講話。你聽到啦，伊問伊想問伊講，伊名嚇 Martin 係叫 Martin。伊個叫乜？你講我佢叫伊名喎。然後伊問伊想通過伊個出，伊講每塊路下邊有幾個人，有幾個 spirit 啦。你個公司個有參與幾個朋友來就，所以常常對來就。我唔知名，我對放到啲 YouTube 互人看，真好看啦！我去對，你對迄300億再講你性格上面往時個起航，往時個講笑，然後你話幾？你 spirit。攞啲講咩？咁會，伊袂驚，伊講頭是伊驚。我看伊 video，伊 because 要 document 個咧，到啲 YouTube 啊，伊要放出來個料嘛，伊定到伊只 start 做嘅時，到甲 until 伊當劍。伊講頭是伊驚，伊講貴嘅時要一對一時機器嘅話，成個伊朋友呢，可能就係 spirit 嘅朋友呢就。你講伊是來，伊講伊用是講伊來 protect 伊，伊個講係，伊講讓特別講，伊講 Martin loves you， 伊個講可能伊成個朋友here，可能就，鬼別大漢嘅咩？我唔知，maybe 死嘅 spirit 咧是掉到地下邊嘅，掉到地下一站嘅，見哪鬼呢？誒，點解是我個朋友就講，伊看咩物件冇驚，就驚見哪嘅鬼嚟講。係咯，見到鬼我是真恐怖嘅，你知哦？怎麼說？像有個人落驚啊嘛，你見到就是變做見到鬼嘢咗，伊係假如啊，一世人嘅力啊，變到真無好嘅，你知？哦，成個人講你似鬼就真可能應該像啊。人家咧似你見到鬼啊？你知有啥？普通嘅鬼啊，大人嗰種accident死啊吼，即樣走路啊，你白樣就 OK 啊，就特別其他鬼無相嘅樣有種包袱嘅心態啊。哦，因為隻牙嘅是咪？老實講，伊實冇咩 control 嚇你啊。表象個乜表象？可能伊隻起航就是起航咧，無插佢起航見到就是見到啦，對哦。因為我是朋友特別講你只驚囡仔鬼，咱特別看戲特別咪是做人驚吼，看你鬼嘅你囡仔，你睇你咪驚你咁做都驚咧。個這類個就告訴過。呀，不正啊，講嘅話係對呀，冇得我管車水喎啊。我怕死。OK，你講了啊，你冇鬼個水啊。做啲你啊咪成幾衰啦！講了就實對啊，講咗一了就實對啊。我特登呢啲
問講得一間啊？嘛，特你有去星期三嘛？哈 ，Catholic 嘅church啊？Catholic 嘅 church 唔是，我唔是啊。OK， 了。有一年吉利嘅時候，一年啊，攏會記一間我唔知叫咩休息咩鬼啊，有掉只隻喺你一邊嘅天台啊，然後伊嘅bungalow掉天台啊。G iPhone？喂，是啊，就冇叫啊，講解啊。試下，咁樣講冇學冇錯，了。呀，了嘛，這裡掉天台咯，了我去到時有呢隻天台嘛，佢偷落來咯。哇！伊個厝誒個bungalow誒，我看到啊，錯到往拍領導誒，講咪鎖偷來，啲咩度？我趕緊佢掉起咯，個本身冇意思嘛，講因為喺啲天台是一劈車誒啊。驚人係叉亂啊！แล้ว唔知嘛，แล้ว拄好แล้ว佢上一暝啊，一間大埔我困我邊啊誒，一個一個早起吹無伊咯。แล้วยังตัว啲吹到ตัว啲困咯，一吹咁就嚟邊嘅天台咯。แล้ว成樣鐵台嘅嘛，嘅事嘛，無插銷咯。咁啊，在第二節時，嗰啲上人啊，所以困到你背跳嘅啊，嗰隻咁掉你天台度，驚咯，走去問下你隔啦，一吹一旋，講又攏未記掉一張嘅天台對伊，然後每講喺天台咪色嘅，一紅色講拄好是喺你半邊嘅天台無掉對伊嗰度，哇嚇個拍領導啊，叫博士幾多啊，第三節時哇，只計一人嘅走了，唔加大嚇，唔加大，然後吉利嘅就是。我拄好喺路上買物件嘛，買物件互牽嘛，我走出去行咯，行迷路去咗，我甲另外兩牽，吹無路，就是話愈行個暗了嘛，吹無路啊，咁聽到人喺來人念經嘅聲，好哪？無啊，等人嘅念經聲，我講後面講對伊嘅聲，可能看到火啦。安怎念經嘅聲？你是佛經嘅，還是咩經？啊，佛經我呢聽無咩清楚啊，驚啊心亂啊，咁一對咯，咁咱再對，唔知行啊去到遐看到你兄弟嘅bungalow啊，近嘅嘛，咩兄弟？咯，看遐無人住啊邊，特別有人在啲念經嘅聲，我聽到是響啊，拍領導啊，直走咧，互咱拄着咧，樣。船啊咧，petrol 啊，船啊咧，嘅來啊，講搖攏安尼暗了問住走啦，趕緊走，唔會只一人在啲山入邊拍物件嘛，不要出來嘛。你講咩兄弟bungalow係咩 ？brother 先啦。特別你聽到呢念經是成個你阿嬤念經啊，是鄧人經。有鄧人嘅佛經嘅。鄧人佛經嘅聲，是咯。哇，幾啲OK，你實對呀，看咩好？看我哋補錯。掉錯啦咯。我哋掉錯啊！錯咗未 ？So late，我想我 come back 啊！無意見。要聽咩？當佢聽掉呀？伊是鄧人啊？阿冇。鄧人啊冇？鄧人啦。鄧人，要聽邊個見啊？無。我都冇俾佢聽。唔是邊個人 ？OK。嗱，OK 啦，對起啦，冇人補錯四字啊，或者對。OK，拜拜。我個講一個成吉山嘅故事本啦嚇，即是我同我小朋友甲我講啦，伊講伊樣一啲人去一個成吉山嘅大咯，我唔知得一間啦。然後伊講伊大咧是伊樣阿妹嘅事啊，你知影咪是成個去成吉山咪是較就是穿了襯拖無穿鞋，然後咯，你去到房間嘅時，你咪是偷鞋了去眠床困咯。伊講早起時，伊下個啦掀起來個了咋？伊成個你伊頭殼伊底啊向天個了去咋？但係上下個啦冰過來個了喎。然後有時人就講奇怪，你裝咗最少佢掀來下底個了，就結果佢聽個了，讓個口下個了掀個了，伊底掀起來喎。แล้วสิตัวกิลีมาเดียวดูเทียนเดียวเขาเลยกิลีอ๋อลูก講就是見出去你叫幫嗰個一個人掀起來แล้วสิ
直接唔知我唔知我冇記得，只有同我是聽人告訴我，你講有一個有一咩是伊個朋友到底咧房間裏面是坐到底咧啥咧，你讓人聽到咧句咧西博洗頭毛，伊想有一個行人坐到頭前洗頭毛，你看你物件啊 make up 有物件啊。伊講伊坐到邊嘅時候，看到後尾有一個人，一個影咧看到條。一見伊卡尖咧，翹伊咧嘢咧，見卡尖咧，背又可以倒邊過來，背又邊過來，然後喏，幾哩哦？你啦，笑咩？係咯，講下自閉。你下嚟講，我就不是假裝的妞妞，他有玩哦。我冇喺呢個俾蝦條講。會啊，你真係唔識講你係咪咩？你會會你啊？哈，冇我講咁會。咁配有咩款？唔知啊，頭先回魂嘢啊，是啦，媽是令人，他媽令人是甲我講，你講你聽講，叫我去看周星馳嘅戲。哦，你戲，但媽你蘇文你講咩？蘇文我聽你 roommate 攏在講咩？蘇文你講咩？做嘅吧？嚇？我都每個係咪講幾個？差唔多出嚟講啦。蘇文嘅 Skype 名叫咩？蘇本你 Skype 咩？我係 phone 咯。Is it really like what I dream？哦，佢講係綁掉啊！我知，意思是綁掉伊個 brother 嘅歸線。我有個人啦，即未必是鬼嘅物件啦，即有人是 psychic 啦，你就人係無嘛講。蘇本我講看你準無準啦嚇，蘇本。你嗰時你細機，你知得講你家己身邊親嘅人，even 都嗰時無大上一位本，可能大隻無上 country 本 even 咧，你成個 either 是綁掉，還是你感覺就講哦 something 無事啊嚇，然後是你隻係是幾隻度會出事可能啊。成日可能有人 connection 啊，即是用是兄弟啊，還是爸爸啊，是咪較親嘅人你 connect 掉嘅可能。嚇，你講會 feel 到，即係人若是講你會 feel 到，安尼可能人啊書本，就是你若是講愛來講啊，你會看到鬼嘅，就係你愛來講啊，你家己看到鬼嘅書本，未看到鬼啊。因為我就是講，我就是想講，若是講愛來講，有可能阮會特別我買啦嚇，感謝。我是會 feel 到成個人嚇咩毛毛？你 feel 到你是毛毛，你看咯，叽哩叽哩。我講聽啊，只我冇講聽，我知道是，我點我冇個想到啦，我是 feel 到啦，因為都冇 close 啦，我 sometimes 會 feel 到啦，佢成個淡薄，成個 psychic 你可能會 experience 啊嚇，我成個往時我會看到字，我會聽到。我係看到 shape 啦，就紅公啊，成個看到三角形，你後面嘅我係看到往時啦。然後有一日嘅時，我到啲學堂嘅中學，不是大學咧，到啲比較嘅，我到上班㗎，我係一個classmate 啦，伊就冇嚟，然後我伊是上我人嘅 drama， 我做咧 drama 嘅 school， 我 drama 嘅 college 嘅 friend 嚟咯，所以我計講冇講真正識，特別我在教影上面在咧是大到我個在啦，所以我伊度大不多咋，伊大不多了，伊度冇得教影冇得顧了，佢也是大不多了，我上隻佢哋 drama 嘅 society 是我唔是 society 或 drama 嘅 school， 我是只親嘅嘛，佢哋而家常常特日有見面嘅。我特日建議冇半行，特日 OK 咋。我直接到啲 class 嘅時候，我唔知點解伊係是唔知是差唔多伊差唔多要成咧，唔知是8個月9個月差唔多要成咧嚟 review 講個幾禮拜就 review 咧。然後我就是直播，我好像我直接看到，平常時我特日記憶冇半行嘅話，我好像我直接就看到伊時啊，差唔多要成件事，我都感覺到成個伊成個只無好嘅事會發生嘅，可能就，然後我成個安怎講啊？伊個唔是成個激心啦，伊是成個你話曬就講哇，成隻 dark 你可能就你心成隻強啦，你心成強啦，我就教
我個教我朋友，我甲我 roommate 甲伊。甲阮幾大班嘅人啦，然後我 roommate 甲我上班，一班，我都甲伊講，我懷疑啦，我甲伊講，我是家己想啦，我講你無可能去甲伊講嘛，我無可能去走去甲伊講，我想講你要出事啊，啥物物件，我就甲我 roommate 講啦，我講我並看到伊啊，一個禮拜去，我並看到伊時，我就 feel 到真無爽咧咋，我講我唔知，我懷疑有可能伊驚會出事，我是想講伊驚會無去，會落去你知道。伊下子都被教過，一差唔多被射啊嘛。我就甲我朋友講，我懷疑伊驚唔知落去，我看到伊時我都無笑啊，就係感覺。過幾禮拜，伊無來，我無看到伊啊。你人講伊去生驚了，伊講伊現時去生驚到啲 hospital 咧，我咪是講，我就成妹啊，我講 OK 啊，伊驚個咧 OK 啊，伊講 OK 啊，個咧 OK， 伊驚 healthy， 我個先細個夾小英嚟互我看咪佢就。然後 next class 呢，我先生無來啊。然後我就講，安怎我先生無來去就我 class， 我唔是成我想我報掉嘅呢咯。然後我睇到我是你先生係是我唔知幾30分鐘你都免一 class 就 cancel 咧嘛。然後伊換來伊是一直接來嚇，我就再講死啊有事啊，我先生一邊想，咁樣伊成只 set 一邊，後呢一見就嚟講我會有隻 bad news 會甲人 announce 甲人講，伊講之前查某生驚了，到啲 hospital 第二三日要轉嘅時候，伊嘅車 accident 撞死去，你知唔知冇 ？Oh my god！ 伊驚無上車，伊驚別人出世，伊驚成對驚有啲，特別伊撞車死去喎，佢記。哎呦！哇！我驚，我明白。我明白你嘅 feeling，because 我有 test， 我本有 test 過，迄個是我拜 at night 嘅時候，我做點 homework 咯。that time 我是 form 5嘛，แล้ว我甲我媽兩人做一做，我媽做 report，แล้ว我做 homework。แล้ว做，แล้ว我感覺到我心成夾帶啊，我唔知到底是都只亂了，你唔知講成個有物件愛發生啊，那款咯，แล้ว成日你講嘅，你講呢個唔是就 set 咯，意思就係講 set 劇咧，成個有數，特別你唔知係咩咯。對。然後 that night 呢，我就教我媽講我心就亂，我唔知係咩數。然後 after that 係困，然後隔日呢就去 school 咯。哇，佢哋心情嗬，一成日唔知是心情真正是講有啥物件跌掉，我就坎坷咗。然後坐袂掂，徛袂掂，安尼款哦，只亂安尼款哦。然後 after that，無久呢嗬，就我 neighbor 就來啊，講我爸過身啊。哦，嚇！伊人講就講咱甲一個好嘅朋友，還是親人嗬。伊愛發生事嘅時候，嗬，你會痛掉 sensitive 嘅喎，嚇，你會痛掉啊。然後 maybe 你會心亂啊，你未困啊，還是你嚇。特別我奇怪嘅時陣，我奇怪是即個我朋友啦，我唔知我未記名邊本啦，我介無講只識，我是只有記面嘅啦，我無講介只識嘅你就。哦，安尼講你有 six sense 咯。我特別我介講我無講只親啦，但我一直到對我邊啊，我 class 是一直到邊啊後背呢啦，所以我常常有時講笑啊咪做只有做小啊咪，特別我無講介只識，我 after class 我無見嘅。แล้วว่าสิอีสิบ่บ่ฮักจิจิน่ะห้องให้มา看到時我就一成啊 hit 我呢即我就 feel 到成個真無好事但所以我是懷疑嗰時伊驚會無去你知道問題在是伊個其實伊驚無事你知道哎呦這樣哦แล้ว係你自己大個出波裝咪㗎啦 because 就大件事嘛我等唔是講嘅事啲對打冇講就係大呢嚇แล้วก็บาลูใจ講㗎啦，บาลู嘅 celebrate อีก講บาลู嘅成件下面嘅嚇，แล้ว當劍好像掉死去，所以下次是我嘅幾親身 experience， 我個教我朋友，我個教我 roommate 講過你知道，我講我試我懷疑講伊驚唔知有事，我驚唔知有事喎。有時講無事咧嘛，成驚我想無事乜咧，使佢掉浪車死。sometimes 啊，你會 feel 到安尼物件。I mean 講唔是唔知啊，我本是。嫌疑講唔知啦，喂 uncle 嗬，that night 那時嗬是我 uncle 我 auntie 個了本是有相嘅 feeling，心真正亂，
แล้วแกจิต燒到 news 講我爸鬼線嘅。哦。所以一親兄弟嘅咧，會感覺到嘅喎，唔知安怎樣呢？係啦，我都唔知。其實嗬，我買安尼款嘅 feeling 咯。你買啊？你講？我買，因為特別未 control 嗬。直接驚，係咯，就是咯。有時候我係講啊，嗬，I see 整本事啊，定講本事，我定講係 feeling 啊，我就係講 ，because 我頭尾尾我係出來人嗬，一個對調鬼線啊，隔3-4年的鬼線一個咧318去啊。嗰陣時你再去8去啊下，แล้ว我講鬼線係咪好300未考啊，未係咪啊？because 你有啲感覺是你是唔是較早 prepare 成啊？對咯。喂講啊，就必別講本嘢咯。嚇，安怎呢？even 咯。你本嚟咁樣食極線嘅，即係我哋自己 close 是啦，即係特別口甲已經肥咧嗰種嘅。嚇，特別看人，是講關事啊，唔是關事啦，切。入掉啊！你講發聲，你上邊嗰啲把氣，甚至是你是穿下，你是你心，你成個把氣啊！我知。計冇幾年呢？等陣我講鬼線，計冇幾年呢？但係我阿哥啦，等陣就我爸啦，我爸就教我講啦，你講連鎖你講掉嚟咧，你根本是哎呦，冇嗰種 set 嘅 feeling 啊。把氣是講安尼款氣啊咯，安尼就咯。แล้ว特別我講鬼線就是伊 already 有可能 sign 了，就一看到我 ancestor 我作講嘅了對嚟。哦。แล้ว伊有講，伊講，伊自己就是早起嘅時，伊講，伊甲我媽講啊，但係我去 camping 就我讀 teachers college 嘅時，แล้ว伊甲我媽講，伊講，安怎個口呢留住咧冇打病，แล้ว伊講，แล้ว我媽講打咩病？伊講啊，嗱阿媽即係個咧做工個咧對嚟嘛，個口呢留住啊。ก็แล้วที่ชิโตก็แล้วที่พามาเชียกอันนั้นว่าอันเจ้าหมูตาแปรใ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แล้วแต่ท้ายมันสิว่ามาแต่กองก็แล้ว actually อู prepare แล้วใจก็ทำต่อแล้วทำต่อกันอี already เสียกองกี่อ่ะ yes จริงอันนั้น咯好啦，即係禮拜咱就講個一邊先啦嚇，咱禮拜咱過來到底來邊咧學見過來講嘅別個話題，我諗一禮拜，我是一季節講一擺幾個故事，若是你有興趣要講參加，我講幾個故事咧，但係個一個 handbag 未潮人做，特別我嘅一個 technical problem 做小姑嘅，所以朋友。我同你講啊，我個故事嚟講，特別我唔敢講啊 ，X 刀我敢講。做咩事咧？我先嚟食見咯。哦 ，OK。一道咱個講，你話你正三點，一道你別記起啦。我當見講咧，其實說，別，我別記，我一直喺度講。好，那禮拜過來。賣關子，嚇，賣關子先，賣瓜子，賣關子，賣瓜子。賣瓜子。咱拍廣告，多長啦。季節嘅啦，對你嚟講，幾個算係講你有興趣要嚟參加邊啲學見嘅錄音呢？你對被常去邊啲學見，.com 嘅網頁啊，無呢，你使對外招去邊啲學見.com 嘅網頁，接觸俾佢 follow me Twitter。差唔多會 predict 掉了啦。差唔多一個月嚇，就是4禮拜後，差唔多3-4禮拜過啊，就是落一道啦。แล้ว你特別注意，等嚟看啦，特別幾點往時換咯，往時是拜六，往時是禮拜早起，往時是冇得掉。所以若是講你有興趣要嚟參加咧，嚇，若是你興趣嚟參加嚟講咧，你就去邊啲學嘅.com，冇去邊啲學.com，咪隻手會去訂 follow me 對外招咧，我報告看其實人家做幾個數。但是你用 Facebook 咧，你使去 Facebook 又使去參邊啲學見嘅 group，去隨邊啲學見嘅 group 去參下邊。แล้ววันไหนแต่ไปแกบินแต่มาเจ้าตุ้ยขี้หอยบอสถูกแล้วเบิร์ด咯อีเกียร์咯嗬อี講咧แต่มา係你เบิร์ดเลย是咯เบิร์ด係咩啊特別อี講就咩下台一掉嘅啲咯吹咁掉 OK แล้วก็這裡呢這裡個 Vivi 娃娃嘅厝咯不知你 uncle 大家就告訴佢嘛嗬 Vivi 娃娃哎呦是咯，你不知幾嚟講嚟啊？唔知看係咪？特別往時有人用隻 serious 用咪冇咩講嘅，係冇咩講嘅，有一隻咪講嘅，往時佢個 serious 物件，แล้วก็有一件呢
毛毛糖呢 Hello，小酸啊，冇啦，冇咪講啦，冇咩啊，冇咪 experience 啊，家己冇，你時間聽啊，成個玩呢。我是真聽，我是真見看迄個鬼嘅戲啊，咪恐怖個啦，真見看。我講你係諗去 Ustream 去吹一個，唔是 Ustream 講唔對，去 YouTube 去吹迄個你去吹唔知是 Martin 還是咩 Ghost Martin。你去看伊成個伊去問伊甲伊講話，伊叫咩叫做 Ghost Box 啊？攏去吹，我去吹看到，我攏當去YouTube 去吹。但係我同你講，你講伊聽到你囡仔甲伊講話啊。伊毋是聽到只名，有當時名啦，久一道你聽到伊叫 Jess， 唔知叫咩 Jamie，你可以聽到伊叫伊個。伊個人是咪做 Jamie 啦？咧伊鬼是叫做 Martin， 咧伊是 Ghost Box， 你去吹。Ghost Box Martin Ghost Box 講話啊嚇 A boy ghost is haunting my house 嚇你去看伊你看大媽啦落去嘅時會話話冇聽啊，你每到對你嘅講話。我冇咩愛注意聽 ，because 我驚。冇咩愛注意聽，你去看 A ghost is haunting me， 你去看伊啊。我去放啲 video， 買幾粒啊？唔是，即係我放啲 video， 我放啲 video， 伊個 ID 名做是 Matt Hobbit，MADHOBBIT。看到。你去看啦，伊 actually 係我頭看時是 feel 到驚，特別你哪感覺到，你變咗成個，我 feel 到成個我 actually 怪暑假一隻鬼，然後你就。Because 伊 personality 咁樣，伊是成個平時一個人嘅款呢，伊唔是講鬼呢，伊唔是講成個，你被看到，特別你會聽到伊講，你會聽到伊聲淡薄，加你會看到伊問伊咧碟線嘅時候，伊該講話，甲人講話。你去看，伊只做 video， 你去看，你 feel 到，你看咧，你就明白我講咩事無驚啦。伊是你看到伊成個白咗一個人，你看我 feel 到 Martin 成個一個。只手臂15歲囡仔，你看你就知。我手臂你去看，我當然放到啲咧錄講嘅可能chat room 嘅錄講。OK 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即係白講佢等等佢哋。แล้ว感謝我人海波咩咧毛毛龜唔是毛毛龜，阿筆加毛毛糖加微微娃娃加金培，感謝啊！OK，下禮拜再嚟再見啦，拜拜。